讲。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今日儿童的福音，我们一同恭敬来领受。谢谢。我们谢谢乐泉小朋友美好的诗会服侍。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他们2堂礼拜都一起服侍哈。看到他们呢有板有眼很好的准备。我们再一次给老师跟小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对，可爱小朋友，谢谢你。他们两堂礼拜准备要休息了，我们现在做祷告，让他们可以到楼下做一个鼓励的动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教育事工主日学主日，带领老师小朋友一起用他们的歌声，他们所领受的，带领我们敬拜你。主啊，小朋友主日学是教会未来的希望，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将来就要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动的功。主啊，让我们一起思考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事工上面，让我们一起同心关注努力，让整个教会一个美好的环境建立信仰教育、品格教育、圣经教育的美好的环境。我们在你面前要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以下一起学习，一起分享。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读了2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它在反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从耶稣他的成长，圣经很短的记载到耶稣他小时候成长的状况，但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验证了我们今日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小孩，让我们家中成长的，能够跟随的这一个主耶稣的成长。第一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哈，就是我们一起再练一次好不好？来40节这一段，预备来。孩子渐渐长大，健壮而有智慧，上帝的恩宠与他同在。另外在52节同样类似的话，再一次来。耶稣的身体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我们要从这2段经文一起来回顾主耶稣他所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成长有3个面向哈。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然后圣经记载说，他在犹太教师们当中边听边问，众人都很惊奇他的聪明和对答。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看到印证了犹太人他们很重要的信仰教育、属灵的培育。第一个，他们每一年都有过节，圣经记载说，他们的父母每一年都会按时间到圣殿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然后在12岁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一起上耶路撒冷。拿撒勒是比较离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当时的交通不是很便利的时候，是很难得的事情。那第2段话是记载说，耶稣竟然在12岁的时候，就跟这些老师，圣经的老师，都是学有专精的人，能够对答讨论。那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一定是他在家里面，他在他们故乡的拿撒勒的会堂就已经非常扎实的学习了。然后他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问题来在这边跟他们对话哈。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这段去慢慢去回顾。我再简单把它描述一下，就是说12岁的时候，耶稣跟他的妈妈、爸爸一起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但是发生了一件状况，就是他们要回家的时候，竟然耶稣没有跟在身边。那12岁就跟我们的乐泉小朋友已经长得很高了吧，对不对？他可以独立跑来跑去了，父母亲不在身边，他也不会紧张啊。父母亲以为说，会不会跟我们的阿哥、阿姐或是其他的长辈一起啦？所以不在意哈。圣经记载说，孩童耶稣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还以为说他是在同行的人群当中。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2000年前，我们台湾不是常常有那什么庙会吗？什么什么阵头吗？还有一大堆人他们在所谓的长程的一个宗教之旅嘛。其实2000年前就有了，而且他们是往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然后他们找不到，才开始慌张，说：“怎么在青牛当中问不到耶稣这个人啊？”所以他们就赶回去耶路撒冷找了。他们隔一天找不到，回到耶路撒冷又找一天找不到，到3天后，他们才在圣殿找到他。就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耶稣他们跟这些老师有问有答，众人都惊奇他的聪明。其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什么插曲呢？就耶稣回答他父母的话，看起来好像很突兀。有些人会觉得说，耶稣会不会到叛逆期啊？为什么跟妈妈讲那个话蛮冲的哈？他怎么说呢？他母亲对他说，就是玛利亚跟耶稣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焦急，到处找你。”那这是正常的哈。我们说父母亲这种话是很正常的。然后呢，耶稣怎么回答说？他说：“为什么找我？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如果从一般的父母亲跟孩子的对答，孩子的回答蛮有冲击的，感觉上好像不大对哦。但是我们要理解，耶稣讲这一句话有很深的意思。那不纯粹是一个小孩讲的话，因为明明父母亲在他前面啊，他为什么说我在我的父家里呢？所以这段话也预示到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用这一段话在宣告，他除了有肉身的父母之外，他的天父就是他的父亲。所以这段话，他说圣经记载说他们不明白他的意思啦。但是我们如果说光从这句话，感觉上好像耶稣会不会很叛逆啊？跟父母亲常常对立？没有啊。因为圣经记载说，耶稣就跟他们回去了。这段话，这是他们在圣殿的情景用的画图了哈。他说：“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回答之后呢，看起来好像蛮突兀的。不过后面这一段话就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51节说：“耶稣和父母回拿撒勒。事事都顺从他们。”前后对比，好像前面蛮冲击的，后面他是说事事顺从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话看成说，耶稣不是故意要惹怒父母，或是说故意让父母找不到很着急，还一回答那么的冲，不是。耶稣是要在那个时候宣告，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要在上帝的天父的家。在那边见证神的救恩，因为后面他说很顺从嘛，表示说他不会是那一种跟父母亲对抗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印证说，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一些在犹太人的传统记录里面，是在描述说耶稣他为什么30岁才出来传福音，因为他是当长子的责任，他有责任去照顾他的弟妹。他的家庭甚至有的记录记载说，会不会是他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所以他必须要长子的责任来照顾他的弟妹，然后等他们都成长了，他才出来，30岁才出来传福音。这段话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顺从父母亲的，很照顾父母亲的是很顾家的哈。好，那我们看到这段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路加2章40节跟52节两段话都同时描述类似的成长，耶稣的成长。这段话怎么成就呢？40节其实是耶稣在小时候在描述小时候，他父母亲因为躲避当时犹太人的那个压迫，所以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到那个埃及避难，然后回来。40节在描述这一段。
52节要描述一次啊。所以我们看到有3个面向，看着耶稣的成长，我觉得也算是我们教会里面家长或是教会关心儿童成长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第一个就是耶稣渐渐长大，而且健壮起来。这句话看起来、听起来，现在好像觉得没平白无奇啦。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对儿童的健康哇是无微不至，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少子化嘛，一个孩子你就照顾的哇，他发挥你很多的心血。有的母亲为了要照顾小孩，他干脆就不上班了，真的很难得但是早期在那个经济发展不盛行，而且就那个所谓的卫生各样条件都不好的时候，耶稣竟然他在一个温暖的家庭中成长，应该是营养、作息、身体锻炼都充足。反到现在我们大概小朋友不缺营养，是怕他偏食，对不对喜欢吃甜的，或是喜欢吃那些垃圾食品呐。反倒是现在的小朋友，我知道很多妈妈最担心的是，因为现在那个整个环境充满了那一些比较不自然、不健康的一些因子比如化学的环境啦、空气污染的环境啦、水污染的环境，所以很多小朋友都会碰到有那个过敏的症状，对不对有些是皮肤的症状，很困扰的事情了基本上营养健康都没问题，只是现在新的问题是这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的成长，身体健康很强壮，这是其中的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很重要，他说耶稣充满了智慧。那我们可以确信他，因为在圣殿12岁就能跟这些老师对话，表示说他在家庭、在当地的会堂、在教育上得到很美好的学习。我记得有一次去那个以色列参观游览那个导游特别带我们到拿撒勒，有一个是由当地应该有一点类似风景，这是风景区或是一个类似那个犹太人的一个民俗村特别盖了一间会堂他们在介绍说，当时耶稣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会堂里面来学习读圣经，而且还摆了那个桌子啦，摆了那个书卷就是那个羊皮卷圣经这样子。他在介绍我们说，当时耶稣就是在这个地方学习的。那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家里、在会堂、在教育上有得到美好的学习。那这是第二个面向，很重要的面向。第三个，主耶稣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得到上帝的恩典，还有众人的喜爱，表示说他个人呢跟上帝在属灵上很亲密，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跟人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可能我们很多家长因为不是很急迫，有时候会疏忽掉。那这一点可能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因为上学读书有好的知识，我们把他照顾的白白壮壮的健康，这些都我们看得见的。但是会影响他一生的，反而是他有没有得上帝的恩宠，他有没有得众人的喜爱，这一点反倒是很多父母必须要特别的在意。前几天我们教会提供这个场地，有总会我们的总会来我们的地下室那个比较大的场地举办一个叫做宣教事工研讨会。那所讨论的主题就针对我们的青少年事工了青少年事工，当然也延伸到主日学事工，就说我们现在台湾的教会怎么样看重或是发展出青年的宣教。那其中一个分组的主题，其中一个小主题叫做什么？我们与青年的距离啦。他在讲说，我们这些决策者、这些领导者、这些教会的领袖，你怎么样跟这些新一代年轻人有什么好的关系当然想出很多好的办法啦怎么样投其所好啦，这些年轻人他们喜欢什么，你都要去了解。不过在
小组讨论完有一个集中的分享，那有位牧师他就分享说，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呢，有人这样子强调什么呢？他说，我们当辅导的，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尽其所能，一定是想跟小朋友建立很好的关系，跟青年建立很深的关系，陪伴他们，甚至晚上吃宵夜，甚至晚上聊天聊到半夜都没问题，感觉上感情非常好，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些情境有可能因为小朋友成长了，小朋友外出了，青少年到外地去了，那种感情就断掉了。那断掉了怎么办？他只是会有一段时间怀念说，我很怀念当时青少年时代，我们的辅导，我们的老师好爱我们，好关心我们，真的很甜蜜。但是甜蜜就没了，为什么？他说，更重要的是，你跟青少年、跟小朋友建立美好的距离，这是老师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带领他跟上帝要没有距离。当他跟神连结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无论到任何地方去，你都不用担心。那这一点是我们最容易疏忽的部分。当我们在带领小朋友的时候，觉得说啊，祷告、读圣经、上主日学啊，这个以后有空再做了。你现在很忙，明天要交作业了，赶快忙。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理论上，但是后来发现说，当我们离开他身边，监督不到的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就没办法那么紧密。那圣经记载说，耶稣跟上帝得到上帝的恩宠，而且还众人的喜爱。其中我们有一点，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他们蛮有个性的。有时候你带小朋友到亲戚家或是伯伯叔叔家，有的家长很在意，说来要叫阿伯、阿姑姑，要很礼貌的称呼，那是一种礼貌的教育。其实在训练小朋友一个人际关系。我们有时候觉得啊，小孩子让他玩呐，以后再讲。他一旦个性养成之后哈，他对长辈，他对其他的亲戚都觉得没什么感情。但是圣经记载说，耶稣得到众人的喜爱。我们常会讲一句台语说啊，这囡仔足得人疼，因为他就觉得很贴心嘛，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哈，觉得啊很喜欢呐。以前的家长很喜欢给他抱一下，或是给他摸摸头，感觉这个小孩就那么可爱。那我们会顺便想说，哇，这个父母亲很会教。当然不是说啊，我们实在有一些教育理论说哈，不要强迫孩子做什么。但是有时候在成长过程中，你发现以后会碰到。你这个时候让他知道了，出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人际关系是这么重要。现在很多人都在强调说，哎，你有好的学识哦，你考试考高分哦，但是你不会人际关系哈，你在职场发展会很困难呢。所以耶稣是得上帝的恩宠，还有众人的喜爱。弟兄姐妹，今日我们面临教会或是社会少子化，我们对孩子非常的重视。但是今日儿童需要的福音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学习？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我们所有的新的一代？这是我们很急迫的课题。我们都了解，在教育理论上说，儿童有需要4个成长的团体，大家都很理解。一个是家庭跟家族，第2个是朋友跟同侪，第3个是社区跟邻里，第4个是学校跟教会。换句话说，你很重视家庭教育，它只是一环而已。它在学校跟邻居，其实非常重要。那你怎么办？你如果没有让他建立一个很核心的思考，你到外面去学什么？有时候他长大了，在家里教的不多啊，到外面学的更多。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在乡下成长，那除了我们周遭是教会成长以外，其他小朋友对教会都不认识所以有时候玩游戏啦、赌钱啦，还有说脏话我们都会被感染到有时候回去不小心讲了一句不好听的话，父母亲马上叮咛说：“哎，你这句话不能乱讲哦。”那同侪之间影响很大。那我们的社区邻里也是这样子。我们还有学校跟教会，你怎么样让小孩子在4个这个环境里面，他的成长都是健康的，是正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从美国很多地方啊，他们现在在推展一种在家教育。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在学校的一个制式化的教育，并不一定让你的孩子有非常完美的成长，所以他们有干脆父母亲在家里自己教，甚至有的教会，大家很多人认同这样的理念他们自己在教会设立一个自学的一个团体然后一段时间再去接受政府的一个类似学历检测这样子哈。那我在看一本书里面觉得犹太人的信仰教育，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印象很深刻哈。有3个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学习啦。我们大家都从报章杂志知道说犹太人是全世界得到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而且是各种层面都有不是要么就科学，不然哲学，不然就是文学，或是我们所谓的其他医学。人家在思考说，奇怪，为什么这些人呢？他们到底是天纵英明吗？他们的智商比我们一般人高吗？照他们的检测没有没有比较高。而且还有一个更让人家羡慕的是什么？全世界的首富，全世界的有钱人犹太人占最多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你知道，在坊间很多的书在研究说，犹太人怎么教育，犹太人怎么样对他们对金钱的处理方法。我们教会其实这1、2年来，我们推动了经营有道，我们推动了我们的理财有道。其实如果再严格来讲，其实就是犹太人的理财法，因为是从圣经来的嘛。好，很多的教育理论当中有3点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第一个，他说犹太儿童的信仰教育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从圣经里面就记得了，他们不拜偶像，而且非常严格，拒绝偶像，甚至有些图像都不行所以呢，犹太的父母、犹太的老师，他们怎么样跟小孩子描述说，一位天父上帝看不见的神，你怎么描述？所以从小就操练他们抽象的思考，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偶像在那边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眼睛无法看见上帝，所以小朋友的想象力就非常的重要，想象他们的逻辑思考。所以难怪后来很多犹太人他们在数理啦、逻辑啦、在哲学啦、抽象的部分非常的强，因为从小就他们要去想象伟大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在描述上帝的属性，有没有？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惊奇耶和华好像很多耶和华上帝他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些都是靠着那个抽象思考在认识神的。所以他们认为说，犹太人的成长过程，因为信仰的教育，让他们学会一个抽象的思考，没有具象的，是抽象的这些能力是他们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动能。那另外在圣经里面提到，为什么他们不拜偶像？其实渊源从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就遇到了，有一个算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记录里面，不在圣经里面的他说亚伯拉罕他们的老家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那圣经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还记载，他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约书亚说：“你们是要拜祖先在河那边、大河那边的偶像呢，还是要拜耶和华？”也就是说，亚伯兰在成长的过程，就是他们家乡都是拜偶像的。那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了就说亚伯兰他的父亲叫他拉，他原来是侍奉别的上帝，本来是造偶像的。换句话说，他专门在雕刻偶像来卖的，当是要做生意的那这些故事可能很多人听过，因为这个是他们犹太人常常在讲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亚伯兰的爸爸要外出，他交代他的儿子说：“你好好照顾店有人要来买这个像，多少钱？多少钱？你要会做生意这样子。”所以有一个客人呢是来问说：“这个像是多久做的？多少钱这样子？”
那亚伯兰那个时候就问他：“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他说：“我90岁了。”然后这个亚伯兰怎么回答这个客人？他说：“这个像是昨天我爸爸才做好的啊！你一个90岁的人怎么会拜一个1岁的偶像呢？”他就挑战他哈。后来呢，亚伯兰就拿起木棍，把所有的偶像都打碎了，只剩下一尊比较大一点的哈。他把那个木棍放在那个偶像的手上，好像那个木棍在这个偶像的手上。好了，那个故事说，他的爸爸怕他回来，看到偶像都碎了，哇，气死了，就问亚伯兰说：“你照顾店怎么照顾的所有像都打破了？”亚伯兰就是很冷静的回答说：“爸爸，不是我打破的耶，你看这个棍子在这个偶像身上，这个偶像把他们打坏的啦。”哇，那个老爸更气了，说：“你骗我！这个偶像在那边怎么可能会打破？”这个亚伯兰就回答说：“老爸，对啊，你说这个偶像不可能打破那些其他的像，那你为什么要拜他呢？”哇，就点醒了他的爸爸。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创世纪12章就记载亚伯兰被呼召，对不对？他说：“你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敬拜我。”所以从这个渊源知道说，原来亚伯兰对这个偶像就已经有这个突破的事情了哈。那第二个学习很有趣，他说犹太人他会重复体验什么？告诉小朋友是学习是很甘甜的事情了，学习像蜜一样甘甜。他们老师怎么做呢？小朋友刚上学的时候，他们会把犹太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2个字母。那些字母他是故意做成饼干，或是用蜜把它画在那个饼上面比如说他们犹太人很喜欢吃那个饼嘛好像无酵饼那一类，但是用蜜特别把它涂上那个字母的字形，然后告诉小孩说：“来，你按照那个字形去画一下，用手指去画，然后舔一舔看看，好甜哦。”他告诉他说：“小朋友，学习是很快乐的事哦。”不是被逼的不是很痛苦的事哦。要让小孩从小就觉得说，我要学习是很快乐。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呢，很鼓励小朋友问，特别是问反面的事，因为他是要鼓励他去思考、去判断，而不是说我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台湾的教育我们都知道说，小孩子有耳无嘴，你就按照我的标准答案就对了，不同的答案就不对。那这个教学就很特殊了。刚开始你也觉得还蛮混乱的，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长大之后，他自己思考，他会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东西，你完全没想过的。所以呢，这26个字母是犹太的字母是写成这样子了，看起来好像那个蝌蚪文一样。他们的字母是从右边排到左边来，不是从左到右是右到左。这个字叫shalom，就是平安的意思那是从右边第一个字下面还有一个小 t， 那个是注音呢，它的音符它的音符怎么读？那他用这个用蜜来把它写，让小朋友觉得很好玩很好，而且用那个大卫之星也是一样，做那个饼干用糖粉让小朋友去填让他们知道说你们从小学习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个大卫之星就是他们的国旗的标志那这个很有趣，就是让小孩子从小快乐学习，而不是被逼着说你为了父母亲你要给我考100分，不然的话我在隔壁的邻居还没有面子，好像把义务教育觉得说你非读不可，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第三个更有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对饮食非常的重视。所以呢，他们呢，就是在餐桌上学习感恩，把餐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教育。那这个是犹太儿童成长非常重要的事。他们的理念是说，人只顾着吃饱，那是没有价值的，而是你吃什么，你怎么感恩，你怎么知道这个食物从哪里来的，那个才是重点。
所以他们就是以感谢上帝为基础来享用三餐哈。我们都知道啊，圣经很多地方都记录了犹太人他们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没有反刍的那个肉就不能吃，没有分蹄的也不能吃，那个鳗鱼啦，我们觉得最好吃的猪肉三珍吧，他们都不能吃，因为他们觉得那个些都不洁净哈。那其实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啦，甚至他们有时候小朋友到外面去，然后不小心买到东西问说，哎，这个丰培的饼干非常好吃，但是用猪油做的，猪油下去参加的他就不能吃，他宁可饿肚子他不吃，而且有些东西是用虾子黑做的也不能吃。但是小孩子就从小就建立到这种基础，他们觉得要守那个规律，而且用感恩的心来饮食，所以他们每次在逾越节的时候，或者在安息日的之前的晚餐，就是用了好多个小时。他们不是为了吃饱而吃而是为了纪念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在晚餐的时候要唱诗歌，要祷告，要分享，讲他们祖先的故事，把三餐当成一个最美好的学习。弟兄姐妹，我们的可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在做这个叫做儿童主日学，或是说教育事工主日，其实是为了要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小孩，有青少年。我们期待他们的成长，不只是在一般的社会标准是一个优秀的儿童，我们在教会里面更强调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信仰教育，有一个美好的信仰教育。这个信仰教育是因为我们老师一起营造，家长一起营造，我们的教会一起营造。所以圣经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29章17节说，管教儿子，他会使你终生平安喜乐。有管有教，是因为我们用神的话语让他们一个美好的品格成长。期待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以及社区成为一个祝福儿童的地方。我们的教育主日的意思是说，总会设立这个主日，一方面我们关心中会跟总会，他们是做研发的工作，比如说研发教材啦，研发这些绘本啦，研发一些教育的方法啦，但实际运作的、实际执行的是我们地方的教会，特别是家庭。那我们教会在现在来讲，我们的主日学算是办得不错有的教会甚至没有主日学，你有没有敢不敢相信？因为没有孩子不然就零星5、6个、3、4个。那期待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是一个非常爱的环境，让小朋友每一个礼拜都期待要来，因为老师预备了最好的课程，小孩子来这边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我们都知道，台湾面临的家庭3阶段的孤立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其实是以前的一个研究结果。他说，台湾社会面临这3种，3种是第一种，家庭结构简单化，现在3代同堂的已经很少了。他说，单独一个家庭跟小孩成长就占76%，然后跟丈夫的父母一起住的，就是我们说3代同堂的才21%。然后跟太太的这边的长辈一起住才1.4%。换句话说，我们的结构简单化。我们说家庭的教育产生了一个没有办法一个完整。以前伯伯、叔叔、阿公、阿妈都在一起小孩子不只是父母教我们的长辈一起教，对不对？然后这个邻里关系也疏远化了。他说，统计未提供任何协助的占60%。换句话说，你的厝边是厝边大家没有在往来，稍微有提供的才占34%那在现在的社会，参加社团的只有24%，没有参加的占75%。如果说我们教会是一个群体，也类似社团，那我们是这些小朋友、这些青少年是占所有社会的成员当中占24%而已。那在这些情境之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因为在面对台湾的少子化、家庭孤立化的处境，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更大了。
我们很乐意看到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刚刚带领我们敬拜赞美，刚刚唱诗歌哈，一个非常活泼的表现。虽然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呈现，其实是他们是在家里面，他们在教会、在学校受了很好的培育。我们期待我们教会的小朋友，他们不只是身体健康强壮，他们更是有智慧，各样的学习，还有更重要的是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得到众人的喜爱。弟兄姐妹，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小朋友哈，我们刚刚敬拜团的小朋友到前面来好吗？要带领我们一起唱刚刚唱的一首诗歌，唱完我们一起来祷。